主后2023年10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软弱见证大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10章29-33节。因是希伯来人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以色列人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基督的妻婴是无，我准做小人来讲，我搁较是；我受搁较济劳苦，坐搁较济工，受算袂了的鞭拍，真济摆险啊死。我5遍互犹太人鞭拍，逐遍40个减1个。我3遍互罗马人用棍仔讲，1遍互人用石头钉，3遍拄着船破，1遍伫海面漂流1暝1日。伫旅行中，我拄着大水的危险、抢劫的危险、犹太同胞甲外邦人的陷害，嘛有城市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上的危险，甲假兄弟的危险。我落落拖磨，常常无困，犹饿喙焦，无通食，无通住，无通穿。其他的代志免讲，简单逐日为着所有的教会看路已经够业。啥人软弱，我无软弱；啥人犯错失败，我的心无受气火倒。我若着点，要点我的软弱。咱的主耶稣的父上帝，愿意永远得到称赞。伊知我无讲白贼。我伫大马士革的时，阿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守卫固守城门，要甲我掠。毋过有人用大的篮仔对城墙的窗仔甲我擂落去，互我脱离伊的手。软弱见证大能，真侪人伫咧做见证的时阵，特别介意强调后来所谓成功的部分，若像前面的人生波折是为着铺陈信主之后所带来的成功。教会有一位长老，人生上半场遭遇囝儿车祸变碎的苦难，人生下半场遭逢红塞二度中风倒床的患难，伊总感觉家己无啥物值得做见证的。总是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17节提醒咱，得救的信心毋是来自见证，也是新约，反正是来自上帝话。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。咱所信仰的对象，并毋是人，是上帝。真侪时阵，人对信仰的认捌，是因为人的见证开始的。毋过，这安怎讲，也只是入门尔。假使咱的信仰基础完全建立伫某人的身上，一旦这个人出问题，咱的信仰也可能缀缀毁掉。倒正肉身一直是一个新约，却是真少人提起的新约。一日宝座的上帝，为虾米竟然诚做出世也草，也阿早的草造的婴仔？为虾米竟然受人藐视、讥笑、虐待、出卖、背叛，直到行上各各他的苦路，伫十字架顶断气身亡？耶稣经历痛苦、刑罚和死亡，伫十字架顶显明上帝的救恩。伊受钉死，是因为世间人的罪，是为着要互人甲上帝和好。主耶稣显明上帝的本性，为着别人的好处，完全放杀家己，
安尼牺牲的疼，像是显明一种背起十字架的新生活方式。保罗的生活和服侍，拢是伫效法十字架顶的主。所以，虽然保罗的使徒生涯历经卑微、困苦、散赤，受侪侪劳碌迫害，也甘愿为大教会的代志跨路，日日背重担。保罗伫全然受剥夺的软弱中，灵魂通得受提到乐园，甲主同在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互咱相当独特的视角，互咱看到保罗的性命和耶稣十字架的道理。现今十字架也挑战咱的价值观。咱常常看重成功、财富，上帝却看重谦卑和软弱，因为伊的疼甲能力是透过耶稣的受苦死搁活显明出来。十字架也透放出改变生命的能力，带来圣神的同在，互人愿意选择十字架的道路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，跟对搁活的主。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知名作家和佛教家路易斯捌讲，只要上帝要留互世间人其他看起来也找会到幸福的门路，世间人就会袂伫上帝内面超找幸福。上真实的痛苦带来上真实的祈祷，上真实的祈祷带咱进入心灵的至圣所，迄是甲上帝交会的所在。默想，当所遭遇的一切袂当合我的心意的时，我是毋是也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学习交托，搁信赖上帝的念理，相信伊的智慧安排甲主权。当所遭遇的一切袂当合我的心意的时，我是毋是也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学习交托，搁信赖上帝的念理，相信伊的智慧安排甲主权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用软弱成就荣耀，互我甲你的关系，毋是建立伫有求必应甲能胜的顶面，反倒当是全然信靠你的话语，互我的生命会当见证你名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